过来看，因为个消息了是恐怖情人，啊，那个名词同新闻媒体上接着是听到。不过后生人对爱情嘅无了解，还有冲突，接着咪会造成不人起到真唔判定嘅结果。不但呢，事情太好係首创開設愛情教育同研究中心，今日正式開幕。希望透過研究教育，還有新方面來聽受鼓勵後生人勇敢去追求愛情，正確去愛人。因為一般的人對愛情難免會有一些迷失，甚至有很多人會覺得好像愛情很難捉摸啊，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教育課程啊，或者是專題演講的方式。來幫助大家可以對愛情有更多的了解，換句話說，可以還原愛情的本來的面貌。事情太後同民國88年嘅時節，是既然開設愛情心理學嘅課程，然後超過2000嘅學生來授課，嚟代表後生人正常嘅了解感情問題方嘅答案，還有聽受。今年國家成立愛情教育研究中心，亦會針對大學生即係讀到嘅感情問題設計相關課程同法統。未來咪會計劃同政府、分業業者，還有相關民間團體來合作，聽受後生人有方法嘅去追求愛情，還有一個好嘅環境。